根据着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这社区敢有开放住户饲宠物，就要看社区规定，看因安怎约束。不过，动保团体一直咧质疑，讲这款的规定是违反人权甲动物权的。今仔日因着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就要赶紧修法。两只宠物狗手要食，掠主人紧紧上。宠物是每族家庭的宝贝。根据统计，台北市平均每100户就有27户会饲宠物，但是有一寡社区管委会规定禁止饲宠物。动物保护团体质疑上大的问题是出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15动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修改相关法令。条文里面是说，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从其规定。尤其是这位住户已经是住在这个地方，突然出现了规约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的破迁。根据目前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敢会使饲宠物，上尾就要看社区规约安怎约束。目前伫各党派立委甲动物保护团体推动之下，已经有修法版本伫咧内政部处理当中。我们这个修法有2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第一个，如何去确保那个住户饲养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第2点就是也是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尊重社区自治的精神。像我们现在定了一个饲养宠物的管理的一个参考性的规范给大家参考。那这个部分后续怎么样去做，真的是还要再找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协会团体来进行讨论。营建署表示，目前法案犹搁伫咧收集意见的阶段，等编写完成以后，就会送立法院审查。动保团体表示，2013年开始就有立委提案修法，但是拢伫一读以后就冻点，呼吁各党派立委会当伫这个会期完成修法。记者郭不根调随台北报道。